每隻人啊，世間你喺度啊，達到要受理要擔心嘅心，但係我嘅經書講是家啲，除咗嘅詩篇55、22節人講，交出一個擔心本上帝，佢為照顧你，唔為援救，佢本一個腳蹼幼童，意思嘛計係講一個受理擔心交本上帝。上帝要照顧佢你，一個信心唔係有同，一個心腸唔係有同，才讓人自家嘅交出本上帝，自家嘅擔心，自家嘅煩，然後一個一個領頭15、57節樣講到，但係自家感恩對上帝，因為到佢本是個特性嘅路，在耶穌基督裡面，才讓人自家相信耶穌基督，因為到佢。但是個係特性嘅路，是個嘅煩，是個嘅擔心，是個嘅修理，交出本佢個通才，但是個出去特性嘅路，達到平安嘅路，達到快樂嘅路，達到喜樂嘅路，達到安全嘅路，誰冇有落cầu，錯到要分喜快樂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